有个的，人就么个打龙舟个，还到好丢还了。是有我的，是有我感觉哦，没拿来这里吗？就我那个钱包拿来。你不钱包拿着，拿独龙舟一起留啊。哎。你讲我这个自己不干的钱了，我。而且写的，在那个报告都写大了。今年写别个了，我都3个月，提3个月路过了，个准备年谈个独龙舟啊，你去么个？留了你要谈独龙舟了，不好打了。高价，我来谈的，我谈到嘞。因为我刚刚讲到，我最后我陪我的不应讲。还是谈了，你都帮你先赔了。我觉得到底没一个。他去看啊，那有么好海呢？好海呀。都能启动，我别个小赔嘞，都能启动啊。孩子，我在谈龙舟嘞，有。才去谈嘛，下头下股去谈。留了对龙舟一起留嘞。去谈龙舟，不去海啦，个去到了谈啦，我都讲留个路，个上到了谈啦。你都讲你个你带了，你都叫我到个。叫你估着，我到着。不去用了，把那用啥估计么子嘛？去啥路的？古对下地就过了，他洗脚那要走那个不包。还家的，马打谈龙舟是用家住，马打谈龙舟啊。钱到了谈的我做事，个钱到了谈的个钱，拎个路爱打麻了，个包。个人溜到好的。我真打就打。有个选到了卡，我也是还了，个地方从头谈了呢。那种地道个独龙舟了。路能了就个我用股，个别个股还个股去海呢。去了股去有个要赌我个20是有呢，去了。谈龙舟个了，就还到。